เลยสบายดีน้องเองมีชื่อว่านางศิสมรสุรพงษ์แม่นนักศึกษาคณะภาษาศาสตร์สาขาภาษาจีนปีที่1大家好我叫冯万林我是老挝人我来自凤山里省我的生日是2002年12月2号我今年18岁了现在我在苏发努峰大学学习我住在宿舍我每天6点起床7点吃早饭8点到11点上课12点吃午饭1点到4点上课5点运动6点睡市场7点到8点半学习汉语9点15分洗澡10点半睡觉我家有4口人有爷爷爸爸妈妈一个哥哥一个嫂子一个孙女和我爷爷是农民他在家他不工作我爸爸也是农民他在农村工作我妈妈也是农民他也在农村工作我哥哥是老师他在学校工作我嫂子是农民她在农村工作我孙女在家她不工作和我是学生我学习汉语我的爱好是喜欢做作业看书写汉字练习说中文画画读童话书上网听音乐看电影玩游戏运动打篮球打排球打羽毛球跑步有的时候我跟朋友一起去玩去爬山游泳此外我还喜欢做蛋糕面包鱼老挝菜和周末我有时候去公园有时候唱歌有时候跟中国朋友聊天我也常常练习说中文也常常学习汉语我很喜欢汉语虽然汉语很难但是我喜欢学因为汉语是现代人们在日常生活里中使用的语言之一我觉得我的汉语水平不太好但是我更加努力学好汉语我的梦想是学好汉语和英语因为现在汉语和英语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里和工作中使用的语言所以我才有一个学好汉语和英语在未来我会使用这2种语言在生活或工作中和外国人交流